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essica，今日嚟到大圍咧，後裝第3期介紹一個2房開放式廚房嘅單位。單位咧嘅賣點係屬於有一個咧平台大嘅平台花園，273尺，肉眼睇咧真係唔止呢個尺數㗎。遠望咧成個平台景都望晒，相當開揚㗎。